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乐闻奇详。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最近在台湾社会引发不少讨论的话题，而且可能你也曾在社群媒体上看过，甚至跟朋友聊过。主角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词——台语。很奇怪，对吧？一个我们用了这么久的词，竟然会掀起一场关于我是谁、关于证明的激烈争论。真的，的确，表面上这只是个名词之争，但底下的那个暗流，牵涉到历史、情感、权利，还有认同，可以说是盘根错节，非常复杂。所以今天我们想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把这个台语的争议当成一颗洋葱。我们会根据一篇名为《真正成熟的本土是接纳多元而非独占名分》的社论，把它当作我们的指南，一层一层的剥开，看看最核心的地方到底藏了什么，让我们这么在意，甚至是有点刺眼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就是跟你一起搞清楚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好的，那我们就从最外面这一层开始播吧。这场争议的引爆点究竟是什么？这篇社论提到，导火线是来自部分客家与原住民族群的朋友，他们公开表达了一种深层的忧虑。对，他们的论点其实非常直白，而且很有力。他们说，台语这个词不应该被闽南语独占。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还有客家语、无数种原住民族语，难道这些就不是台湾的语言吗？当台语变成闽南语的代名词时，他们感觉自己好像被排除在台湾这个大家庭之外了。这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杀伤力其实很强哎。文章接着说，官方为了安抚这种情绪，也试着提出解方，像是用台湾台语，对，台湾原住民族语这样的方式，听起来很公平，大家都有台湾的头衔。但文章作者似乎认为这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没错，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表面上好像平息了纷争，但这篇社论真正要切入的核心是，这个争议反映了一种更深层的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作者用了一个很重的词，叫做族群心理不够成熟、包容性不足的集体焦虑。集体焦虑，这个词很有画面感。这是不是指当我们对自己是谁，对我们共同的身份还不太确定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想抓住一个最简单、有力的标签，然后把它无限放大？对，来盖过内心的不安。你这个诠释非常精准，这就是焦虑的来源。因为害怕模糊，所以追求单一；因为缺乏自信，所以需要排他。因此，这篇文章提出的核心论点是，这场争论的关键根本不是在争辩谁比谁更在地，谁的血统更纯，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如何有智慧地去厘清语言、族群和国族认同之间那条既纠缠又模糊的界限。这才是真正需要面对的期末考。OK，要搞懂现在这个解，看来得先回到过去，看看这条线是怎么缠在一起的。文章就带着我们搭上时光机，回溯了历史文献，结果发现了一个完全颠覆我们现在认知的状况。没错，这正是厘清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等一下你会发现哦，台语这个词的身世比我们想象的要曲折得多。根据文章的梳理，我们先回到清代，在当时的各种文献里，台语这个词绝大多数时候指的是台湾这个地方通行的话语，它是相对于当时的官方语言官话的一个概念。等一下，这点我得停下来想一下，这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所以当时一个住在台湾府城的官员，在跟北京的亲戚写信时，他可能会写说此地的台语如何如何，而他指的可能根本不是闽南语，对，而是泛指一种混杂了各种在地语言跟标准官话不一样的腔调。完全正确。这是不是意味着台语这个词的定义从一开始就是模糊、有弹性，而且是地理性的？没错，你抓到重点了，它是一个地理标签，不是族群标签。然后时间快转到日治时期，这个概念又被强化了。当时的日本殖民政府把台语当成官方惯用语，用来泛指岛上民间普遍通用的各种语言。哇！
所以文章做了一个小结，在那个阶段，台语更多是一个地理与生活空间的概念，指的是在台湾这块地方上大家说的话，而不是用来区分你是闽南人还是客家人的标签。OK，如果它原本只是一个广泛的地理概念，那肯定有某个时间点让这个词的地图被重画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把这个广泛的地理名词变成了几乎专属于闽南语的标签？这个巨大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文章指出，这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几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汇流的结果。首先，最现实的就是人口基数。讲闽南语的人口在台湾长期占了绝对多数，这个是无法否认的现实。这倒是。其次是强势的传播优势，这点真的很有感，这几乎是一种无形的环境音。当你打开电视、广播，最强势的本土语言就是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回圈。媒体因为最多人讲而使用它，而又因为媒体的大量使用，让它的主流地位更加巩固。没错，我们从小看的连续剧、听的流行歌，很多都是这样进入我们生命里的。正是如此。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是解严后的社会运动。在那个追求民主化、本土化的年代，为了对抗国民党政府长期独尊国语的政策，许多社会运动者选择了当时最具群众基础和动员能量的闽南语，作为反抗威权、凝聚本土意识的主要工具。这几个因素，人口、媒体、政治长期交织在一起，就导致了台语这个词的指涉范围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被收窄、固化，最终几乎跟闽南语画上了等号。所以文章认为这不完全是语言的自然演化，对，它是一个被社会力量形塑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结果。是的，文章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描述，称之为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惯性长期交织下的结果。惯性本身不一定有对错，就是一种约定俗成。但问题在哪里呢？文章点出，当这种长久以来的惯性被拉高到政策层面，甚至开始带有某种官方认证的正统意味时，冲突就爆发了。我明白了，这像邻居之间长久以来都习惯把车停在某个空位，大家相安无事。但有一天，其中一户人家突然主张这个位置在法律上就是他家的，还要画上红线。那其他邻居肯定会觉得你凭什么？对啊，当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突然要变成官方认证的标准答案时，那些原本不在这个答案里的人，自然会觉得自己被忽略、被排挤了。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而这种被排挤的感觉，文章用了一个很关键的心理学词汇来形容，叫做相对剥夺感。所以，相对剥夺感的意思是，这块名叫台湾的蛋糕，本来我觉得大家都有份，但现在游戏规则改了，好像只有你能决定怎么切蛋糕，甚至是你定义了什么才叫正宗的台湾味蛋糕。没错，这让我想到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就像一个大家庭过年时总是在餐桌上习惯用某种方言聊天，虽然大家都是一家人，但那个不会说这种方言的媳妇或女婿，即使听得懂一些，心里总会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对，那种感觉很真实。即使是无意的，感受却非常真实。所以文章就是要提醒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历史现实。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族群共生的岛屿。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对，原住民族、闽南人、客家人，后来的新住民等等，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彼此冲突，也彼此融合。语言之间互相借用词汇，语音互相影响，才共同形塑出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独特的台湾风味。但文章也特别强调，这种融合并不代表各个族群语言的源流可以被随意混合或抹去。意思是说，台湾的闽南语跟福建的闽南语已经有了些许不同，台湾的客家语也跟广东的客家语有了差异。这种在地化的演变是事实，而且很珍贵。是的，
但文章更深一层的观点是，台湾闽南语依然有它清晰的泉州、漳州组员系统，客家语有它明确的谱系，而原住民族语更有其不可取代的属于南岛语系的根。了解。所以作者认为，所谓的在地化，应该是语言在应用层面的演进和词汇的丰富，而不是对根源历史的切断或掩盖。不能为了强调自己是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花，就把自己的根给拔掉。这就带到了一个听起来非常吊诡，但细想却很有道理的论点。文章作者认为，如果今天为了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台，而刻意淡化或否认语言背后的族群来源，比如说坚持闽南语就等于台语，并暗示其他语言不是，这其实是一种忘本。这听起来真的有点矛盾，为了要更台，反而会变得忘本。这正是这篇文章最锐利的地方，它直接挑战了一种主流的本土论述。文章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本土，反而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缺乏自信。对，因为一个真正有自信的文化是不需要靠排挤他人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的。越是想用力证明什么，往往越是代表内心深处对那样东西感到不安。文章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力量非常强，它几乎总结了这个核心观点：真正尊重祖先与文化的人，不需要透过占有名词来证明正统。真正有韧性的文化，更不必靠吞并他人的定义来确立自我。是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整篇社论的灵魂。的确，他点出了一种迷思，以为占据了台湾这个名号，就等于拥有了本土的诠释权。但作者认为，真正的本土精神恰恰是反过来的，它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是勇敢地承认并尊重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过的人们，他们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唯有承认差异，才能真正的共存。没错。好的，所以我们从一个词的争议开始，一路追溯历史，聊到集体焦虑，再谈到文化自信，绕了这么一大圈，这篇文章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看似微不足道的名词之争？文章在最后给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视角，他把这场关于台语的争论比喻成一场关于本土成熟度的测验。一场测验。所以文章作者等于是给我们台湾社会出了一张考卷，题目就是我们够成熟了吗？来检视我们自己。正是如此，文章接着定义了一个真正成熟的本土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首先，它不需要靠简化历史来减少冲突，它敢于面对历史的复杂性。这点好难，但好重要。因为面对复杂的历史，承认过去有族群间的矛盾，有权力不对等，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把历史简化成一个我们从此都是一家人的童话故事，虽然简单，但也很脆弱。没错。第二，它不应该用垄断一个名词来当作族群阶级的标章，不应该让某个称呼变成一种入场券或特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成熟本土社会的强大是建立在对差异的包容、对多元的尊重以及对历史真相的诚实之上。包容、尊重、诚实。当我们能同时珍视台湾这块共同的土地，也对不同族群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保持拥有的谦卑和敬意时，本土这个词才不会沦为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工具。没错。它会成为一个真正能凝聚所有人的概念。这也是文章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只对主流论述提出批判，也对相对弱势的族群提出提醒。文章说，客家或原住民族群在面对这种语言框架的挤压时，其实不需要自我设限。自我设限，这个观点很有趣。文章是建议他们不要掉进对方设定的战场里吗？可以这么说，文章以客家文化为例，客家本来就是一个跨越疆界的、具有全球视野的族群共同体。全世界都有客家人，有丰富的跨国连结。如果为了台湾岛内的一个名称之争，而把自己的文化格局给缩小了，把自己定义成一个需要跟别人争夺台湾这个标签的弱势群体，
反而是低估了自己文化本来的厚度与广度。这个观点很棒，要有文化自信。但从另一个角度想，如果一个群体在现实中长期感受到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被边缘化，要求他们展现来自根源的自信，会不会有点不切实际？这份自信该从何而来？文章有提到这一点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文章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它暗示了方向。他说，在地生根的自信来自于对自身根源的诚实与坦荡。诚实与坦荡，意思或许是自信不是靠别人施舍或认可，而是来自于对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深刻理解与骄傲。当你清楚知道自己的文化价值时，你就不需要在别人设定的正统框架里去寻求认可。你的价值由你自己定义。所以绕了一道圈，我们从一个词的争议开始，最后发现这根本不是在争一个名字，而是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是。这趟深入的探讨真的让人反思很多。重点不在于争抢一个名号，而在于我们如何去对待那些与我们不同的声音。是的，这篇文章的核心精神可以说就是唯有不忘根源，拒绝吞并的本土心态，才能让台湾的多元文化走得长远。而这份成熟与自信，最终体现在我们如何与他者共处。谈到这里，也引起了我一个延伸的思考。这篇文章聚焦在语言这个切入点上，但这也让我们不禁去想，在我们生活的其他层面，比如饮食、习俗、艺术，甚至是历史记忆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就是由一种主流叙事和其他多元故事之间的张力。当我们谈论台湾味的时候，我们脑中浮现的会不会也常常是某种单一的主流的想象？这或许是这次讨论留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最值得继续思考下去的课题。非常谢谢你今天的参与，谢谢。若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次见。